告郡天宫，郡天宫。哦，吉水溪的那种河床里面是宋江馆，九天红火焰，宋江馆宋江观。早期村庄就在宋江馆那边，后来跟黄吉水溪水在向东迁移的。哦，远方那边是雪甲，雪甲，看到画面正中央看到那个庙，大红南天宫啊，里边是嘉陵里保生宫啊，再远一点那个中山高速公路，更远一点的那个中山高速的桥，然后左边附近就是那个姑爷在天湖啊，姑爷你看就跟郑成功的妹妹嫁给那个杨瑞麟，这个是有关系的，吉水溪河床。